很多呢。是吗？有哎，有，我最喜欢听这一句。有进步，但我们说的不准哦，要评审老师说的才准。我知道。一色不一样，哈，两一行向哈，三层拢简单，是几个地强。我整张专辑，我整张专辑的和声都是原住民朋友帮我录的，一定要啊！有原住民当合音就稳了，好不好？三个六啊，冲啊，心路开哟，无从各位心唔爽，老年大擂台，老年强下来。乡亲朋友，大家好啊，冯姑啊！来，其他大家好。哎呀，又来到呢流行歌曲组的暴力争霸赛，目前避免炸气管的压表亭。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哈利波特。哎呀，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斗篷。哎，希望他今天跟我们做的顺利的过关。哎呀，八关，好不好？啊，好，发。好嘞，今天看到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啊。哦，对呀，当面说过。对，最近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没错。哎，来，介绍我们的评审席长。好，欢迎叶家秀先生、齐思碧先生、齐兆伟先生、总飞先生。这场比赛，哎 ，TV 类是投演用妹陈真雄带来情不情故乡人。哎呦，又转来啊！又转来了，总飞。年轻岁哟，亲啊，故乡了亲啊，亲不亲故乡人，亲不亲。山对面，爱的故乡，你用啊，将来为路，原来也是伊心中的天赋。故乡的高山拉长长，河北的流。冲过山，强强的山歌冲啊冲无停，强勇的强调啊冲奔太家滩。哎呦哎呦那哎呦，哎呦哎呦那哎呦。代表心比故乡亲，故乡人哦，见面三分情。哎呦，罗哥，真漂亮！
吉娜妹不是吉娜妹了，不是吉娜姐，吉娜妹没错啦，你没说错。好久没了，都快迷路了。哦，快迷路，对啊，哎呀，花式你会迷路，不是路啦，是迷路了，快迷路了。快迷路了啊！对，因为柯 P 最近就出来活跃了嘛，哦他看柯 P 出来，他陈 P 又要出来了，陈 P 就赶快出来，对，就是陈 P 的，趁势头一起来。陈 P 比较有特色吧，柯 P 要被去争冠，都很有特色啦。对，要不然我刚听你唱歌真的进步很多呢，是吗？有哎，有，我最喜欢听这一句，有进步，但我们说的不准哦，要评审老师说的才准。我知道，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到此一游。没有，今天唱的很好啊。没有啊，我不知道哎。你刚唱的不错啦，副歌没唱到哎。你刚刚在彩排，你副歌没唱到？没有啊，副歌没唱到啊，那快板还没唱到啊。哦，你刚刚没唱吗？有缘见面不是好戏。哦，还有准备一些歌，但是唱不到，唱那个什么？哦，你的意思是说太长了，老师帮你删掉，是不是？是那个演唱长度大概只有3分钟啦。3分钟很长了，所以副歌唱不到了。哦，副歌不用了啦，3分钟很长了。今天过关以后，下礼拜再来唱副歌。我今天会过关才怪啊，他该拜拜了。很难讲哦。唱邓丽君那一首歌。那个嘉修老师啊，你记得是他讲评的哦。邓丽君那首歌。谁要你唱邓丽君那个？没有，就他说下礼拜要唱邓丽君那首歌，那我就把你说掉了。不是，我下一次要唱。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love。不用，你还是继续唱你像。哦，今天的表演真的不错，只有一些小地方了。小地方就是小问题。不，那个是没有办法，因为功底如果没有到那里，就差不多半拍为止，他都可以唱得非常好。真的讲真的，今天而且我一直想抓住，以前他会 pitch 不准啊，会有点气喘不过来或什么的，这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只有腔调那个地方腔调中间是不能换气的，可是他唱到那个腔已经没有气的，所以只好顺便换一下，偷换一下再腔，这样我有很用心在听，对不对？是，观众也知道我这样我没有偏袒，没有因为你是老人家所以我偏袒你，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唱得不错，谢谢，好，陈皮加油哈，谢谢，谢谢，好，而且刚刚今天我太太有来，是啊，你太太有来在哪里？休息室，休息室，不一定，你不一定要知道他在哪里。是好几个太太，你怎么好几个太太？你是不是好几个太太啊？他哪里有几个太太啊？我看好像你绯闻蛮多的嘞。哎，我哪里有绯闻呐？真的啦，以前有绯闻嘞。现在陈皮都藏起来了啦。然后罗嫂说什么？好了，轮不痴狂往少年。那都是过去。我太太那边可能趴着睡觉哦，她说就听你在彩排的时候，蔡小虎来了。蔡小虎，哇，你们那个房间的门是不是太厚了？对啊，他有好几个音那个音色也真。我只有听到他彩排的时候跟老师说：“你们打错了吧？”段落删减的。好，来看两个粉丝来。关下陈真勇嘅粉丝。哎呦，94點分。好，谢谢。这什么意思？很高了，很高了，很高了，是不是？比你想象的好了吗？好多了，好多了。那就好，那就好。很棒，谢谢啊，谢谢1.5，谢谢各位老师。对，谢谢陈皮。好，你有没有想要再建议什么？有没有哪一方面？建议什么？我们节目方或主持人、来我们这乐团节目，你有不错啊，好像说开讲蛮轻松的，轻松，然后呢？对啊，还有就可以都长命百岁啦。哦，长命百岁，碰到最重要啊，就长命百岁，聊聊天，唱歌就是就是要快乐嘛，对不对？对。长命百岁，然后就是每天笑嘻嘻的这样是最好。那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什么建议的？希望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评审吗？没有啊，老师都很公平啊。好公平哦。陈皮有欢喜啦哦。欢喜的好，安尼先毛，谢谢边啊，谢，好，拍摄啊，谢谢。陈皮然很够力。对，而且你看他跟那个陈建基两个人，陈建基两个人真的是也是形影不离，好，这好朋友，好麻吉这样子，就是互相牵引。对啊，大家都会一起来支持你节目比赛，很棒。好，来沙哈老海，沙来总理带来董某涵，快啦。你有煮过菜给你老婆？有，就是特别节目，有点恐怖啊。
暗黑料理，对，罗哥会煮菜，非常温暖啊，我也会，真的，我煮菜给罗嫂吃，我会甩锅，真的，哎呀，是真的，就是那种物理上的甩锅还是心理上的甩锅？当你过就幸福。用哎，唱错歌词没有，我低音一直下不去，低音下不去哦，你 key 可能起太低了啦，是吗？有可能。那如果再起啊？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怎么了？没有，说它很难下去，很难下去。对啊，难下列车。哦，很难下去。吹过林天公的梦，扛起水面冲，左岸不爱下的孤汉地个啦啦啦，尤其到个教室，从你个世事，一早、两早、三早、四早，全部层层跳跳，一下爱洗困觉的，一下爱去公园行行，有时爱做轻松班，按部跳表演，人生老年路，无按改分开，总讲袂负干负干。一经爱动无限，爱动无限，一度喊不结散。哦，时间紧来紧来，那时常做地较轻松一家。食材动无限，爱动无限，唔晓得何样办，爱上爱重要，到时老该老散发。也会是差离间，无间无间，爱动无间，无间无间，总讲袂负干负干。真经爱动无限，爱动无限，是多间不结散。哦，时间紧来紧来。那时常做地较轻松一家，食材动无间，爱动无间，唔晓得何样办，爱上爱重要，到时老该老散发，也会是差离间。哦吼！厉害啊！东莫涵，今天姐好。东莫涵，很猛啊！摇起来，好，摇起来，很猛很猛。你莫涵嘛该事情，给莫涵嘛事情。动斗事情，动斗嘛该事情。莫涵做出本样式啦，做条路咩黑啊？哎呀，给我做出本该本样式啦。嘿啊，啊厉害啊！是吗？人家说君子远庖厨，你还会煮菜给你老婆吃？老婆教我煮。哦，老婆说了一口好菜，然后你动手，指挥你动作做。老婆比较会煮，老婆会煮，煮出来味道不一样了能不能吃就要问老婆。哦，所以你有煮过菜给你老婆吃？有，就是特别节日。特别节日，然后比如说，像什么节日？比如说像情人节啊，情人节浪漫呢，然后还有那种过年我来个1-2道啊。年菜准帮忙。对那个年菜就有点恐怖啊。哎呦，暗黑料理，对。我觉得愿意做菜，就是因为那个做菜是一种情感，就是愿意做给一个人吃的时候，那是一种情感。上次有跟吉娜姐讲过，说我很爱我老婆，所以为她做什么都 OK。你有跟她讲过吗？那种地震了，我一定第一个扑在她上面。哎呦，我一定是这样，因为那女儿在哪里？你平常就扑在他们2个身上。对。不过这是好老公啦，是，他也是好爸爸，还会煮菜给老婆吃，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我也会，真的哦，我会煮菜给罗嫂吃，我会甩锅，真的哦，哎呀，是真的，就是那种物理上的甩锅还是心理上的甩锅？都有，是不是？都有。好了，冲的来抢，是非欣赏公平一哈。好，张丽你好，好 ，OK。我觉得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一个冇同样的，我可能台湾冇看过很长安尼歌曲哈，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第一次。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后对你的声线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挑战。那只是说，因为这首歌的内容跟还有我发现我们跟嘉修老师一样，一看哇，歌词好多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你居然可以这样子一整张就把它背下来了。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唱这样比较轻快的歌，对你来讲，它可能不是你平常擅长做的事情。你记得唱轻快的歌，一定要跟身体要有一点结合。我发现通常唱快的歌，建伟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唱快的歌，身体都僵掉了，就是身体它必须要有一个让它跟着你的声线，你的声线在这当中去求稳，但是你必须要有身体的律动帮助你那个力量，因为你的声音比较趋在一种比较抒情音色的那种柔性，所以需要这样的身体的重力来帮你加重那个律动。那这个歌曲的声线，你的条件就会比原本你的天生条件再加强一些，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其实整体来讲，选歌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你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挑战，但是因为律动的部分呢，你可能显得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呢，在半拍的处理上面，因为这个歌曲的轻快度它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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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颗粒不明显的时候，声音就会开始出现，然后还有高音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掌控，因为身体没有用力。所以你上不去，你只有用上半身的力不够，一定要全身的力才上得去。可是你没有，你只有上半身的力，你的轻迷、Hellboy、强松一哈、腹感的地方都要上去，可是你有上半身的力气就会不够用，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身体走。好，那有女儿嘛最好，为什么？就跟着她玩。然后就放音乐跟她玩，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最轻松的时候，你就教她跳，跟着她跳，然后你就唱你的歌。这首歌跟你女儿一起练习，我相信你觉得做最好，绝对会最好。为什么？因为你的精神集中都在她身上，你会很开心的一直放开的唱，然后就身体就跟着动，你不用管那个肢体怎么样，就是对好那个拍子就好了。好，那再来呢，也还他需要主要问题就很老师，就是因为。亚个歌曲的应该讲，客家话、客家话并不是你的母语，所以有些地方可能在咬字上面并没有那么的标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先抓到音乐性，然后调整你的客语咬字。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继续做加强，努力就好，好不好？按字 say 哦，哈，按字 say。哦，什么意思啊？哎呦，好方法哦。是哦，来看一下你分数哦。哦，看一下总的一个分数。哎呦，93分，哎呦，不错啊，不错，好，加油，没有问题，加油，好男人，来，回做这题。好男人不要什么？有一首歌有没有？我不知道。算了，好了，来，撒下来。撒来，李修以带来莫斯科之夜。好，来，弹看啦。风层层流，河水强强流在沟丛，一沙停停航，天生给谁路红，才了。
哎呦，要礼拜元气有回来一点点哦，回啊，来一点点，有叫找到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好像没有再怕了，没有再怕了啊，是这样啊，反正就这样了嘛。上礼拜有提点你一下，就是说重视感冒什么，共鸣位置你也有上来啦，懂我，勇敢，今后今天不会再湿了啦哈。什么？哭啦！过敏呐！过敏啊！对他说他鼻腔塞住了。哦，会这样啊？哼啊！当然是乱讲的啦。你就会给我。没啦，就是有些需要释放一下，但做表演艺术，对，但吃肉就特别对啊对。哎，我一直看那个就是资料上面显示，你去美国什么训练？很久，有一呼吸啦，对，很久以前呐呀，哦，然后就讲最近一直在比赛，比赛你能有会吸呢？是讲金钱上课的时节，有一年过上课。因为你看台后有些在信上告恩的黑你就且走且看，风景也是很美的。就我们说不要一定要往什么目标去冲啊，这样。可是到美国上课之后，信上子工，我们每天要设定3个目标让自己完成。该心该自许的，有点人生错乱。3个目标也可以很小啊。对，小小的事情。不同文化啊，但是有交往的方式不一样哈。对，就其实在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啦，就是说，就是我们好像还是可以设定目标，所以我给自己一个综合的，就会应设定一张目标，但是从小步慢慢完成。所以 dream big do small， 那是我自己设定的座右铭，就是逐梦踏实。你设定了你的梦，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对，尤其你们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要好好的设定目标，要完成。对啊，像我们这种已经快60，快花甲之年，你们是我们的目标哦。对啊，你是很多人的目标，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我们的目标就是好好多赚一点养老金，让自己老的时候不要那么的苦。没东西。对，我们大家都是啊。哎呀，好像是同样的目标哎，只是名称那个金钱的名字不一样。很容哎，对。好了，这个设定目标是很好的事情。来，抢赵明欣赏来公平一下。哎呦，小雨哈，上个礼拜唐唔唱歌的时间，大家都当紧张，三位先生都拢讲很多，我喺讲嘅方面，三位先生拢讲，特别係费先生，叫講2個禮拜唐兒有改變有吸收到嗎？其實呢首歌曲當難唱，大家唐要當輕鬆。我知道你當厲害的地方，所以講按樣嘅歌型，按樣嘅歌曲本來唐都有畫面。我啲人上線含的應該講很多還蠻好，錯冇？可能咩因為按樣去，你這樣做得特注意你自己發上嘅 V 嘅，非常常講嘅。我今天就聽到了你的。就是你的這個發音，然後竟然是從這邊出來的時候，你的聲音啲得頭前啲嘛，然後以前腔啲後邊冇強用，與我上個禮拜上去講，唔記得容易講，所以講可能從音樂劇踢球嘅，故所講你啲行為啊，也係講做埋角色時間，你就很容易把你的發音的位置這裡跑那裡跑那裡跑，可是一首歌曲做唔得按到，唔得潛到呢一首歌曲，用大家講嘅話，你見面做到真言同學，喺一個地方做同學，就會講，你唱大音嘅時間吼，當唔好唱，不是每個人都像羅大哥一樣，佢大音要唱好唱穩，你做一堂哦。暗夜歌踢手係天光，你利用這個天光，3個天光，利用這天光，低音都唱非常好。暗夜歌踢手係天光。然後最美飆高音的時候，我其實有替你緊張一下。可是可能因為你吃動人家上某按頭，你怕破音，你反而準備好了。那個準備好了上啲的 V 按你出來，按你出錯嘅，用眼來記得唱呢首歌曲嘅感覺。下擺讀到強用類型的歌曲，也係講拍的歌曲，用按你的方式唱的時間，再把那個記憶體交出來，好不好？要記住，我覺得你今天有把欣賞功吸收進去，我覺得很不錯，加油！好哦，很棒哦，那分數應該不差了哦。可以啊，吼，可以啊，李修一個分數。好。哇哦！係啊，冇問題咧，沒有影響，沒有影響。冇影響，恭喜你！好啦，好啦，沙來原件味帶來談咧。好嚟，談噶啦。
公子长得用辛苦，用一张的也给苦心，爱离开故乡，离开家，天从挂肚，情难舍。目只流尽世事挂念，想到头摆人叹一家，也用电能给发，免去也用不下，留下重复。后不再飞扬，回忆你老爱之间全部贪恋，心老心的距离又更远嘞。时间停下，总要一丝丝的办法，转去错定故乡记忆输落嘅差。回头看不懂伊献出啥，爱情上演伊落入故事的生涯。回忆你老爱之间全部贪恋，心老心的距离又更远嘞。时间停下，总要一丝丝的办法，转去错定故乡记忆输落的差，回头看不懂伊献出啥，爱情上演伊落入故事的生涯。哎呀，有挑战无强用的曲风，对啊，抒情歌诶，会唱歌的人真的懂厉害哈，莫爱歌琴，给驾驭的好，对，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来这边有什么想要，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的，是不是？自己就是不是真的是科班出身的，没有想到说自己很多的机会来学唱歌的一些细节的技巧，就蛮感谢，就是所有的老师就是给我无私的指导。你以前在比赛的时候，可能都是那种一日性的比赛，对不对？我很少比赛。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你说你在你们公司比赛，然后唱李圣杰的嘛，然后就得冠军。就是偶尔有这种比赛，对不对？是小型的啦，小型的比赛，不是属于那种在外的那种太型的比赛，没，全部都动，就会硬力就比特的这种，所以就比较难有机会有这种专业评审来跟你讲评说歌唱技巧方面的东西。这个是对啊，是完全是免费的然后无私的这种。真所有的比赛啊，参赛国术朋友哦，那你的评审席上真的会无私的跟大家提点很多的问题。有。其实很多歌手很多都是无师自通的，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像你是科班出身的吗？我不是啊。你不是吗？我是观光系，我算科班吗？对，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但就是很奇怪，就是爱唱歌，就踏上唱歌这一条路。不归路，有机会啊！你可能刚好有被点到这个天赋这样子，然后你刚好可以做这个，然后又刚好你们好的原因就是老师又无私的这样奉献，我们以前没有啊。就傻傻的就出来唱了，真的哦。哎呀，就认为自己好像可以这样。对啊，你们现在还有老师的奖评，还有提点你怎么唱。以前没有呢，以前我们就是比好不好，然后就分数就出来了。跳摆比赛没按用公平哦。也没有老师更没有特别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没有啦分数就吃家用宽的啦，我们就看分数这样。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啦。
对啊，可能是我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可能大概就这样。不会有那么细节，然后直接告诉你啊，你可以用什么肌肉记忆啊，然后怎么样去破关这样。东南的了，东南的了。我感谢两条欣赏，是，也要谢谢你们，让你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真的，你们有吸收进去，这点很重要。也要他们自己也要有这个心啊。对啊，要有这个愿意听进去，然后愿意去吸收它。哎呀，有的人是说你讲你的，我觉得我很厉害。他就阳奉阴违，就觉得对啊，你说了算。对呀，好，来，从这来墙壁欣赏公平一下。嘿 ，Genvi， 我非常喜欢的声音之一就是你的声音。两首歌曲你唱给清后，真言清后，尤其嘿副歌的时候，感动了我的心。对，真的很棒，因为副歌的那个音域跟那个。感觉是，我觉得刚好是你的强项，你最擅长的那个音域跟那个发挥，所以副歌真的是唱得蛮好的。好，那我记得不知道哪一次我有老你讲，就是给带音的部分，还有一进歌调前的时间，你唱歌都会太重。好，我记得我有公告，对不对？我有说过。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今天在这首歌曲上面，你还是可以再更多的去揣摩，因为你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你的嗓音非常的亮，你的声音很亮，但是它是你的优点，它可能也是你在唱刚进歌或比较轻柔的歌曲的时候的一个缺点，一个不能说缺点，就是一个你比较需要去收跟调整的地方。那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可以让你去理解。我在想，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往前，可以往上，可以往后，可以往后。如果你前面那个用自张的呀辛苦，你把它往后唱，你唱给后面的人听。你唱歌，我们唱歌都往前嘛，那你用你的意念去想想看，你这个声音是往后跑的，你试试看。这个感觉就是你唱到后面去，你一边唱一边想着我声音要去后面，不要害怕，就唱给小康老师听。对，唱给小康老师听。继续。用一张的呀给苦心。好，你还不习惯，但是这样有比较好，对不对？会比较柔。然后记得你往后唱的时候，位置还是不要忘记。苦心也是一样，不是往后唱就下来了。苦心只是苦心跟苦心不一样哦。好难，好难哦，好难。对，我跟你讲，你看我也是用手啊，对不对？你可以告诉自己苦心，拉到后面去。声音让自己的声音用你的意念去让声音往后跑，就是因为难。如果唱歌，如果说这么简单，就随随便便唱就好了。那为什么？因为你的声音很亮，太漂亮了。那进歌常常是一个歌轻柔的歌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进歌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哇，全部都直接被你就出戏。对，老师就觉得出戏。好，赶紧。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情情难下那个地方，那个下要往上跑，不能下，你那个喉咙整个就很粗，那个声音会太粗，就不温柔了，不好听。你要记得，唱在低音的时候，你的声音的低音本来就浑厚，再加上又亮，如果你没有把它拖住的话，声音就会很粗糙，那个又是尾音，就会比较可惜。那你要把那个，就是我们画了一幅草稿之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草稿把它晕过之后，让它更美？因为这首歌是比较需要柔美的，所以你要让它有一些毛边出来，所以不能整个都很生硬，那个温柔就会减少了一些。好，大概是这样。但是今天你还是唱得非常的好，我给你的也不错的分数。好，羡慕欣赏，继续加油哦！哦，好，谢谢，谢谢。好了，看看分数了。好，看一下袁 Genvi 嘅分数。哦。97.5分，目前
前，你辛苦。我靠，我差点下巴掉下来。哎呦，哎呦，厉害厉害，紧张哦，嘿，加油加油！好，你先歇困一下，等他各位下来哈。对，好，回去就自己揣摩了，好不好？好 ，OK， 好。想象有人在你后面这样，对，然后要尖叫。然后也是要想象一下你的嘴唇的问题啊。问题好多，肌肉记忆啦，应该是这样，还有脑袋里面脑回路。哦，好，撒下来，撒落去，要不要停到了南下列茶？来，躺好了。思念故乡的爱人，想袂陪在你身边。风吹面红，想起到故乡家乡，三更半夜睡茫茫，想问孤独好梦。当一个叫新风。一笔插天小浓，花光一半木子跌落两三河，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的茶台爱转去困心爱的你，思困披上雪年年讲不出的心情。虽然行梦变多出人挑剔，眼泪归笑真懂事。南下的车飞在风中，手一粒流星，飞过都市，飞过惨花，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用温柔的恋歌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陪伴在你身边。你今天 alone 啊？怎么了？知道吗？为什么惨叫？对啊，你为什么不把另外一位带来，然后就唱一些，然后这个比较 rock 的东西？你为什么不风格走到底？对呀。今天突然想要唱这么暗抒情的歌，还是你们有约好了？又约好今天是罗文玉日哦，也不是啊，给我啊。用哎。唱错歌词没有，我低音一直下不去，低音下不去哦，你 key 可能起太低了啦，是吗？有可能，你可以唱高一点，你可能可以比Win高一点，用比较不同的方式去唱。那如果再起啊，怎么样？老师怎么了？没有，说他很难下去了，很难下去。对啊，南下列车。哦，很难下去。烦死。因为是南下列车，他坐上南下列车都下不去。那如果老师再高一个半音呢？半音呢？你是前面低不下去的。副歌啊。思看披上雪年年讲不出的心情，
虽然行梦变多出人挑剔，掩的归宿真懂事。南下列车飞在风中，手一领流星。飞过都市，飞过惨花，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用温柔的恋歌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老师是半还是一？半音，他刚刚那个是本来 Win 的原 key 是吗？对。哦。没关系啦，都选了。因为一个 key 的那个选择也蛮重要的，你唱到比较适合的 key， 你要层次就还好，你的层次会比较好。搞不好再高半个也更好。其实我当初选这首歌，我有想要不要高，但是我听那个罗文玉大哥，他唱的就是很像在讲话。所以我想说，我就照他的原 key， 就是那种比较慵懒的方式去唱。但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赶不上南下列车，所以你很对啊，你很急啊，用高一个 key 的方式去唱啊，对啊。恋爱哈这样子，那种感觉啊。对，没关系啊。好，反正唱都唱了，对嘛，都选了。哎，没关系，你现在8关了呢，1关。对啊，挑战第8关了。7关了啊。给他挑战第8关。挑战啊！万一你又怎么了？然后又要从头开始。但他今天也是唱的不错啦，只是说，他 key 如果有调整啊，只有调他可以半个 key， 应该就是更好。老师们讨论好了哈。老师讨论好了，老师讨论很热烈。太恐怖了，4个老师站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刚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制作人好像在做法。导播不知道有没有抓到那个镜头，不知道没有哈。对啊。冲出来，来，我们请嘉修老师哈，好。我们刚刚集合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本从国家从，我不好意思，我是个闽南语的歌曲的制作人哈，所以你的闽南语一开始就非常糟糕了。应该这样讲，实在讲就是说，他对你这样讲哈，你对母语或者是这些方言的话，它有一个闭口音苏念，一开始就是像这些有很多音，最后它是闭口的，你都没有做。就很多像新兵的新，它是新兵，不是新兵，就这样带过去，就差了很多地方小地方，它是歌曲的那个很多小地方，你已经做不好了。当然加上另外一点就是你 key 真的定的不是很那个，然后一等今天非常，我个人认为是真的非常可惜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咬字的这个部分真的不够细腻，偏偏这一首歌。你的2个母语的感觉，就我们所谓的母语的感觉，就是方言的感觉呢，通通做不好，那就变成整个歌就，因为它里面有太多这一类的字，你知道，就觉得这边一个窟窿，那边一个窟窿，这边一个窟窿，就是那整个歌曲全部都切断了，然后再加上你在定 key 的时候，你得太呆了，然后那个整个的共鸣区呢，就让我们觉得你是很努力的想把它往下压，可是压的又不够低。那我建议你第一个就是这些咬字呢，你重新再去想一下，因为这首歌里面牵涉到太多这种要闭口的咬字，那这些你都没有做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用甜修乱甜也是一样，它是要闭口的这些甜哦，甜修乱它是要闭口。这种地方就是常常因为母语也许不是你们熟悉的那一块，所以它小地方你没有办法做好。但是我就希望说借这个机会。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回去再重新针对这首歌，可能你以后你就咬字的部分就已经解决掉了，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你的咬字部分不是那么好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说，对于所有的参赛的朋友们来讲，你们都一样要把这个部分几个小地方做好，也希望你以后能够进步的。好，谢谢，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是。一位选手，因为今天你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唱那么久，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的能力在，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歌诠释得很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当你们选了谁的歌，比如说今天是罗文玉的歌，你选了他的歌，但你不是他，
我很久没有提醒了，因为大家都很棒。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必须提醒，你选了罗文玉的歌，但你不是他。他用他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不代表你能够用他的方式诠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好，那你挑了谁的歌？哦，不是你就能够用他的方式诠释得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这是举这个例子。如果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你练完之后觉得有一点卡卡，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用你的 key， 用你的语言去表达这首歌，因为你们每一位都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所以不要模仿，不要照着抄，因为你不是那个原唱，你们就可能发挥出你们自己最好的部分。我真的要再提醒这件事情，因为他的音色跟你的音色不一样，他的语言跟你的语言不一样。好，那他写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流畅。一定要记得这件事，除非刚刚好，你跟他是契合的，你的声线、你的音色、你的更多表达跟他很像 ，OK。但是你的音域、你的什么跟他不一样的时候，跟这个你选的这个歌的不一样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可以模仿他，我可以做得很好。我举例像李宗盛，有谁可以唱念像他这样子？没有。所以比赛选他的歌就是死路一条。好，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加油哦，继续加油哈！好，谢谢。这歌路问题了，好，现在选对歌路就没有对歌的诠释。来，兼你的头头。哎呦，就是西凉哎呦，哇！来，要不要填个分数？老师很厉害，那一唱啊，那一扣了，你一唱他就知道大概怎么进行。对，你吃宽啊！我又想你了，你是伫倒位？对不起，是好像你唱错音了。太假了，超上去了吼。第四声啊，伊种较重啊，你会来哦？会吗？会。因为加看创体机的时间吼，个声音准都像嘛个样的。你的准音快赢过罗斯峰。来，要不要填个分数？还有多少？93分。恭喜建民，B面踢馆。也来到呢传统组的破壁争霸赛，目前避免炸一关的停机。哎呦，手在跟片跟我们的椅子埋在里面，融入在一起。一冲做丑一丢的感觉。哎呀，风代表喜气嘛，係咪？所以可能昂水，乌大班哈，乌大班，希望佢做得顺顺利利的过关啦，哈，冇錯。好啦，今日咩冇空樣，咩冇空樣，今日空樣嘅人，就上禮拜留下來空樣嘅人啦，哈。來，比賽之前嚟介紹我哋評審先生，好，歡迎蔡啟貴先生，李秋華先生，魏生瓊先生，曾明珠先生。是邊先生好？好，先生介紹睇哈，咩啊大鵬上禮拜呢哈，佢安尼王美珍係啊，跌第一隻詩嘅那個龐孫玉章都會留下來，係冇。兩禮拜加油哦！係啊，92分的分數真係相當於高啊，係啊，運氣以後啦。係啊，嗬，所以佢希望下禮拜佢咪繼續留下來。係佢運氣完好嘛，嗬。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係，請裡面帶來3個字。嚟，談過啦。
迢迢了心啊，自古了流那船啊，到底了今啊。用尽了片那油啊，太加了葱啊，心穿了滚来发，一条了心呐。哎呦，你们大个好。哎，今天用排 T 来出来唱了。哈哎呀 TV 哦哦，大头，就 Gentleman First。先生先生先出来。好唱歌的啦，哎呀，从后上就好唱到下下。哎呀，没好糖音乐啦，系嘛？喜欢音响啦，音响哦。喜欢音响，你是发烧友吗？吗？干咩？喜欢听音乐啦，就是会买音响来，买音响来放袋子来听啊。跳歌中应该卡带，卡带嘿啊，刚摸 CD 啊。所以该卡带卖转来哦，上是谁的啊？会放出来搞。哦，头发有那种太太的那种卡带啦，卡带，哦，卡带，啊，谁的会拿出来搞啊？哦，好，所以个动打送当当，后面就出 CD 出来。CD，还有 VCD， 啊，有唱片有听过吗？唱片冇咧，黑胶嗰種冇，就該卡帶開始啦。哦，卡帶開始啊 ，CD、VCD、DVD、LD。LD 冇啦，冇到 VCD 㗎，過來出來就過出卡拉 OK 咧啊。哦，卡拉 OK 啊，那要賣卡拉 OK 啦。自家不卡衝啊喲。對。賣卡拉片就會現在不卡唱歌。哦，你們親後啊。對，是。像我們現場的，比如說李秋霞老師，應該也是從唱片時期就開始出來。唱片的時間咯。啊？你是卡帶嗎？卡帶哦，民國56年啊，就出卡帶的呀。哦，這樣是卡，但是卡帶佢係咪順勢會有出 LP 啊？衝盤啊，係啊。衝片嗰種太太38度，係38度。對啊，這個。還有早期了王連田先生、陳木真先生，跟住同你有關過。哦。哦。就什麼孫明先生，黑膠啊，沒錯。哦。對。有兩位先生親口説。同啲歌神咧，國寶級別咧。你還有聽呢，有啲係好上嘅哦。佢做音樂又開始做嘅黑膠唱片，還有 tape，對。還有錄音帶。對，現在有開始又有點復古了，但是那個量可能不大。冇太啦，周邊商品的概念。我個人是就從出道以來，我經歷過。卡帶嘛，我那時候是卡帶，但是唱片公司同時沒有出給那黑膠唱盤，好，然後卡帶、CD，好，還有那個夾式，有沒有？卡帶那時候還有夾式錄音，那個夾式的，哦，夾式，係嘛哈？哦，他太低啊，聲音嘅夾式，在 DVD，不，在 CD 嘛，CD 就 VCD、DVD。LD， 對，都呀哈，每種嘅唱片同個記憶都冇窮用，冇用，所以我經歷過這麼長的。哇，你活歷史哎，活歷史，哎呦，真的。你還 AI 咧，AI 生成。好，衝出嚟唱幾句先生嚟公平一下。對，下嚟裡面個吼。今日帶來啊三個字，其實今日啊注意來聽，也個聲韻做在講平平順順啦，吼，講冇講較特殊嘅咁樣嘅唱腔法啦，唱來也平平順順吼，
但是呢，有一些的要注意哈，咬字部分。三個唱出的出，唔係出，還有鄉親朋友的朋是繼續當明顯了。鄉親了偏哪有啊？繼續咬字部分，也點你一定要注意，因為你可以繼續繼續的大擂台化。也就咬字各方面，自己一天來先嚴肅來，嚴肅落，佢唔就會唱來順，一定要注意嚇，繼續加油嚇。好，安先生，謝謝嚇，來看佢嘅分數啦。看一下陳立明嘅分數。好，來。也很做得，會做得咯，會做得咯。因為留下來還有機會啊。嘿，冇問題。好，恭喜恭喜，好，安子生，好，恭喜兩組。好來，殺下來呢。殺來黃米乾帶來落山歌。我來彈過啦嚇。山歌傳唱，在民間啊，好地。李健志啊，你好你好，哇，真係要唱那個聲音很強誒，係啊，好，樣啊，你今日要分享乜個事情？啊，今日分享，因為這些時間沒有做唔得講行語，那方言啊，方言，要發錢啊，我發錢，要發錢。這些時間係但係客家種咩做唔得嘛？做唔得，客家講唔得，做唔得，真嘅，真嘅。哦，像苗栗啊、桃園嗰邊客家種咩做唔得？做唔得講。你有俾人發過嗎？槍油啊！一槍油啊！我沒發過。真的哦。我特別係啊，發差唔多發過10萬元。10萬元哦。10萬元。冇咁多啦。我講200啊。哦，200俾人做到啊。哦。係啊。嗰兩時唔求應該動態吧？係啊，150萬元。態哦。對啊。哦，動態啊。嗰啲啊，學校全部提倡。母語教學，母語教學，係啊，有鄉土語言教學，落學校去教。你睇你下邊飛係要做嘅，像嗰個青島學校有客語嘅教歌、學校嘅小歌。如果。所以人咧咁乜嘅感受？咁講，也係人很幸福啊。幸福啊！咁乜嘅東西只有冇同樣嘅差別動態啊。好。而家係那開放嚟啦，開放嚟。你做啲自家講自家嘅模樣，係有樣。講緊嚴重頭俾我打壓人哋地方嘅本土嘅語言啊。以前嘅人可能怕
國語較唔曉得講派啦，總會愛有實施按用嘅計劃。車同軌、書同文啦，按用它後可能咩給它實推，它比較好。政令宣導必須要按嚟做比較好布達一些事情。哎呀，他們講啊，實推進步嘅啊，哦，他咁樣做侵轉啊，按你原本嘅語言原本嘅語言。係啊，所以啊，當我推崇按你各地嘅母語，係啊。全部都係國語啊，全部國語哈，像啲漢人、聲人哈，唔曉得講漢語。對啊。係啊，唔曉得講。天天好啦。佢講尾堂啦，唔曉得講啦。對啊對啊。尾堂就有我特別出多嘅時間，特別出多嘅時間，天師台哦，三台嘛，天師台1日做得播一條團語歌嘅。哦，好多個誒，一條。最先100出來，後來又慢慢的又進步了，變2條。2條。慢慢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冇漢字誒。等等實推冇共用。他個接觸嘅東西冇共用。哎呦，真好啊！超厲害。哎呀，個詞言語，乜個語言就做得講。實在唔講，乜個都係啊。哦，詞有真的懂好。好，讚，好嚟。從實來唱，秋下欣賞公平哈。係。阿鳳老只那講我話唔錯啊！你行政院客委會有咪專門同佢推廣你客家母語？你啊當到聲音唔曉講客家話，你啊你有呢種嘅注意你嘅咬字嗬，像你推廣客家民謠、推廣客家話，你咪當初做咬字，所以你做齊班都嘛幫人鬧咗啱嘅，專門注意你咬字做忙，因為既然身為客家人。你客家話就會講比較嘛，所以當注意哦。你上任講老實話冇那樣啦，總叫佢做得以後什麼事？但是我記得聽一句，記得人家老祖先，我照佢講嘅鹽就按個鹽啦，做得從老祖往上揚嘅鹽，可能會更加好啲。老祖先，老祖先就變人他媽啊，喺大院就過去浪費唔入嘅鹽。做的還有千萬年哦，要萬事你要搞幾隻轉轉，沒更加好談。要是不你就建議啦，加油！好，來，建議哈，看分數樣板啦哈。好，看一下王米瓊嘅分數。好來，哎呦，哇，哎呦。係啊，咁過分啊！過分呢？係啊，呢個係啊，恭喜啊，恭喜啊！什麼？也可以哈，也可以。好了，安這些大家先準備當錯，謝謝哈，謝謝。好來，殺下來。殺來，彭水牛帶來3個字。好來，彈過來哦。哎呦，水牛姐啊！
1號哈，1號啊， 1號啊，誒，因為他冇按緊張嘅，咩黑本嘅，啊，你好，做啊，跳太醫哦。專業對不卡不同呀，嗰個強下練習唱歌。嗌嗰個大眾啦，嗌大族東。哦，冇同地方。哦。要強係世界了為互相練習嘅。哦，互相練習吧。就在視訊練衝啊。係啊。幾多無限？幾多無限？呢個做事。唔係千無限吧？係啊。唔係千無限嘛？即係去義演係嘛？哎呦，哦，哎呦，哎呦，傷心嘛。哎呀，伊那義演。去安養中心。啊，這個看老人家當到老人家呢啊。看老人家是當歡喜呢。咁因為老人家愛唱歌，因為聽麥克風，然後聽唱這樣。真的哦。哎呀，當好啊，對記憶很好。大部分快樂，愛嘛當快樂。哦，跟唱個傳統歌曲。客家歌嘅嘛。還有唱流行歌。還有唱流行歌。還會係唱語嘅。哎呦，小姐，請你好啊！哎呦，還有對唱就出嚟啊！天天叫到唱就出嚟呢。哦，哎，懂。呢度又會點歌嘅。我有點歌嘅。哎呦。點歌嘅很唱哦。跟有冇個即個斯坦人呢？嗌斯坦人唱冇出嚟。冇出嚟哦，所以冇辦法哦，就從一種。心情精神寄託在別的老人家。哦，有咩稱號咧？有咩稱號？哦，很大愛，很大愛，很有善心。好，重睇嚟嚟。咁我重睇嚟嗬，嚟唱微欣賞嚟公平一下。潘神玉小姐哈，雖然伊上禮拜係因為主持人講誒，當現場嚟咧留下來啊，咁我愛感恩對伊嘅看法咧。也上動情啊！給你唱了3個字啊，四季八節各方面喜樂潤，我感恩你咪講你轉落當好，啊流暢度，潤味各方面全部當好，冇我感恩冇乜嘅，比上禮拜落3個唱到有進步哈。我希望呢個係要機會嘅，加強來練習。我相信呢3個會很有進步，甚至會很好嚇，加油啊嚇！新聞先生，新聞先生啊，哎呀，安月麗冇啊嘛嗬，哎呀，來看下個分數啊，看下彭水英嘅分數，可以好，來，哇！又是3分，又是3分，哎，同裡面是3分，哎呦，按你做留下來了，有可能咯，冇問題哦，哎呦，基本冇問題。禮拜我強樣評數嘛，唔啲誒，就印留下來，有兩位評分應該會。好，哎呦，恭喜，安姨禮拜大家嚟點啊，安子生，好，什麼水果子也可以哈，好，準備兩錯哈，安子生。好嚟，殺下來。殺來黃梅珍帶來評判。彈過啦。六
根本有冲冲嘛？有冲唔冲啊？冲冲啊！冲啊！有就好。冇大送，你唔會衝。係啊。一接會。一斤重就猛吃衝嘛。呢邊係千位見狀啊！千位見狀。健康生千好嘅哦，應該要參加嘛嗬，他們見狀。而且我一上台，只要是像在歌謠班驗收哦，啊，都千見狀，哎，見狀。歌謠班驗收唔係嘛？啊，都會見狀，真是咧。同行咧。哎，有沒有見狀啊？哎呀！真是的，有場時做一強群，先生都講嗬，嗰種我冇見狀嘅話，去都冇問題。冇問題啊！係啊，問題啊，如果有時見狀，啊，更加好青島嘅。佢唔咩要參加比賽嘅就唔會嘛。唔過係用會見狀啊，用會啊。所以講嗬，明日本來上台啦，上台。明日上台，上台演的話就唔會。沒做對啦，你做得以前陳立門欣賞啊，要不卡有卡拉 OK。卡拉 OK 啊。當然衝過。係啊，都卡冇卡拉 OK 啦。跟你之前一參加歌唱比賽時節，咩要得到當好嘅成績咧？除了那個小區啦，小區啊，係小區。T 鳳拍嘅比賽，係你會見狀啊，但是有咩見狀啊？啱估唱嘅時都較好些。我要較好些咧。唱嘅時較好，你一上台是千見狀。跟你之前比賽有冇唱乜歌誒？好多歌啊！好多歌啊！哦，你青拿樹嘅好多歌嘅乜歌？我又想你了。我又想你了。又係華語歌誒，你拜託呀！會不會好耐啊？會不會好耐啊？哦，是誰的歌？那個謝晶晶。謝晶晶哦。哦，係新的歌誒哦。好季出的。好季出的。好季出的啦。我老豆會唱到咚哈哈哈落嘅傳統歌。他講我又想你了，然後小剛老師。你也考倒你了，考倒你了，太新了，沒聽過對不對？我就不相信你每一首歌都會。你的歌庫要 update 了。這個太新了，太新了。不是，我跟你講，老師很厲害。那一唱啊，那個老師絕對那個什麼扣了，你一唱他就知道大概怎麼進行。對，你吃寬啊，吃寬啊。我又想你了。你是的多位。哎，哦對不起，是好像你唱錯音哦。你哎呦，哎，他故意弄你。突然那個有一個音不一樣哈，不是流行歌的走向。這樣啦，好不好？下禮拜，不有歌館的吧？下禮拜哈，你先一條歌誒。好啊，他個用先客家好嘅啦。冇啊，就是中間表演一下，好唔好？傳藝表演。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好來，唱民族欣賞來公平一下。好。哦，梅祖小姐哈，先生好，可能本身係我哋南部嘅客家種，哈，所以你唱出嚟歌聲啊，哈，會較叫人，哈。唔好按緊張啊！佢嘅木面嗬，全部按揪下來。嗯。嗬，我哋面前也是看得出嚟嗬。所以唔好排除嘅緊張嘅話，慢慢嚟來累積你嘅經驗，因為你嘅歌聲是在當講。嗯。牛絲係張，歌聲氣，係潤嘅話，做得唱到非常嘅安好。嗯。冇。排除緊張嘅氣氛，自家一定要去克服，冇乜人好救你嘅啦。嗯，係啊，緊張唱久來，是會變老掉錢呢。好，接上台啦。係啊，接上台啊，係啊，舞台是會贏嘅呀。繼續努力。好，什麼先生？羅桂林先生講嘅嘛，係啊，要與和平緊張和平共處，好吧？係啊，可以盼盼嘛，好，來看一下廿個分數啦，好，看一下黃梅鎮嘅分數。好，來。什麼先生？哎呦！哇，94分耶！他感覺很厲害啊。對啊，平分秋色咧。哎呦，那。嘿，大家都會唱，你們都會唱啊？對啊，你如果不那麼緊張，那分數會更好，對嗎？好嘛，黑板唔緊張，唔緊張。加油啊！加油！下禮拜傳藝表演哈。好，謝謝安子 C， 安子 C， 可以哈。好嘞，我撒下來入邊哈，也不要緊張啊，放輕鬆。冇錯，牛田營，來，帶來羅山歌。好嘞，彈我啦。
山歌。匆匆向前行呐，太高了，来开山文化玻璃。爱情人三芒大表。莫希讲我哥吉娜好，好。有得过冠军以初上去以后吼，得事情哈，伊种较重样的。啊，你会来哦？会嘛？会吼。因为加看创体机的时间吼，个声音准到种嘛个样的。你的准音快赢过罗斯峰了。你养过给他准。我后来就冇，后来就冇，还好。这问题了。开始可能要 careful。那会有一点点那个，对，不用强松，也没办法，这个就是你的比赛时间，你就会讲嘛，就说哎，我双条前又冲到暗后，冲暗后，就开始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就真的哦，没想，想阿希利亚为事情，做得啦，你因为事情没做得啦，因为吼。我的比赛上嘛，我有一群同好的朋友，当然姐妹花做一年差不多停3团去1日啦，2日咧，一天去了。胸片，你看，南投路谷嗰邊。哦，南投。因為錄樣時間某一天，所以時間天天問我講，你做得起冇？做得起冇？我講我不敢給你決定，因為錄樣時間安尼唔啲啊，所以個後菜都。我親密，我叫錢的，冇叫錢做唔得的，啊，然後你講幾禮拜冇錄像，哦，跟我做戲啊，就然後同朋友同下去放空，聊，釋放一下比賽的壓力。對啊，其實他敢不會配合他的其他嘅時間嗎？佢太沙團咧，一擺出去加台菜，真的，太沙團，所以冇法度啦。我現在是明星啊，所以沒辦法，你要配合我。我也免者哎，那我讓他配合我，你有偶包的問題。沒有。哦，你唔可以講用嘅發言，就唔可以講，就心關度都會聊天。必須緊張嘅時間就上吹一撩嘅時間啦，係啊。上週的啦，歌詞冇甜用嘅，冇甜用嘅。好，來，唱出來唱，幾個先生公平一下。好嘞，來，係你姚小姐哈，給你帶來廬山歌，真實就會有壓力哈，你講有到保衛落去哦，上到保衛落去。因為前面的分數也還不差，所以佢本身唱起來時間，尤其佢體佢開上山歌，佢到就準。佢唔係按到乜嘢嘢，講唔係導演係按到準音的。緊張嘅準。佢緊張。其實嗬，之間你有辦法講，不用強鬆來講，因為其實你唱來。
哦，做咧讲唱得真顺真好，哦，嗓也本身的嗓也音质也伊好，哦，因为也冇嘛个太问题啦，问题就係講自家黑自家啦，自家黑自家，唱得不差，但是說嘛，都一到命運落去，我有多少個個尊嚴嘛，嗰種尊嚴嚟講，我唔係人做完嘅怨言，係盡嘅嚴。啊，所以自家以後盡量能夠克服一個緊張，我相信你意外成績係能會越來越好，啊，繼續加油哈！好，謝謝，哎呦，恐懼感，哎呀，這都是心太重了啦，因為有抽過報 V 嘅，係啊。哎呀，就唱每陣子還有米кин子，哦，來，反正兩 V 來到，你唔來當中，睇下嚟看本書咯。來，麻煩兩 V 哈。啊，泰高都好朋友，他現在跟我說沒有關係，大家都好朋友。是嗎？你們剛你哋係好朋友哦，全部認識了。很久認識。哦，認識多久了？他認識很久了。阿屯記咧，來這邊才認識的。才認識啊。倆可是做朋友。都好朋友，係啊，大概一個會有就抄給他，係嘛啊。來啊，來啊，楊就來看分數咯，可以啊，有聽一個分數。哈 VP 有一隻計劃，做得來推廣那個新高歌，就是新校歌，我們就去幫學校寫了一首新校歌。最近有青島嘅行業從中有在做兩個。難怪我看那個歌詞，你們剛剛不是講，哎呦，都好正向啊，很正向。可以啊，有聽一個分數。94分，按用公益之手保留，你做的槍匙抽送保留，槍匙抽送去魔歌館，講保留一館的意思。哦，來，搶停機，等從 V 面再保 V， 強用係一館咯。啊，上面只有 V 面在的設備哈。老爺音樂會，哎呦，這邊來賓啊，誒啲按節目哈，脫穎而出嘅節目誒，啊，從細我都看你都睇，真的啊，有懂吃又懂聽嘛，呀，亭亭玉小麗，玉麗就好，幹嘛要小麗？他亭亭而立嘛，對，亭亭而立，這還是看他這麼個子。哎，我禮拜讀到幾個時間咩？係像高中生呢，呢個時間就係校花了。校花還是校花，就青島粉絲誒，16歲嘅時間就發行佢人生嘅第一張專輯，最近發行聽一種呢，你愛聽一種嘅恭喜啊！哈，按先當佢有好好嘅唱歌，等下好好嘅訪問佢啊！冇錯，好，歡迎一位新生態創作歌手陳明橋。這順嘅風，這樣嘅潮草，日頭是投入細細嘅心中，太熟不講，低酸紅霧，暗暗條歌，聲音愛開始散種，總在心跳，漸漸上緊蹤我，心上本愛總太力量，老痛好強。一團未來嘅期望，放下之前，你嘅愛給一條溫暖嘅愛，溫愛安心上中，彼航遇見，你不愛依靠半夜嘅愛，平愛幾多夜。
渐渐散尽踪落，心脏不爱总太力量，老土好用下等于什么？用下行过迷途，迷途未来期望。放下之前，你给爱给一条温暖给爱，不爱安心上中美好遇见。你不爱依靠旁人给爱，凭爱去到远方。放下之前，你用心给祝福，天空向上，不爱总太风向，不敢风浪。爱上向有朋友嘅愛，平安去到遠方。這種嘅風帶轉陣發湧，一生生加油，帶夢想衝動，陽光係開始發芽嘅地方，靠本嘅事跳一跳腦中。這種嘅風帶陣陣發湧，一生生加油，帶夢想衝動，陽光開始發芽嘅地方。彼行遇见，你不爱依靠旁人给爱，凭爱去到远方。放下之前，你用心给祝福，天空向上，不爱总海风涌，不敢风浪，太深汹涌。你的爱，凭爱去到远方。天空，天空，灼热又真。天空，天空，灼热又真。天空，天空，灼热又真。行动 CD 呢哈，哎呦哎呦真的呀，冇啦人家唱歌用温度安尼咯，有進步，進步多有頭學嘅，冇，因為你錄音嘅時間，加上練習，有錄音以後要喊下你去，係嘛？哦，要接觸到錄音室嘅嗰種。磨練之後，係嘛？因為這種人，他不會隨便放過你，對，披衝形象，沒錯。你比賽時間係多少？嗰樣時係12歲開始比賽，小學哦，小學啊，比賽嘅時間係14歲咧，14歲就拿到獎，拿到年度總冠軍，你係第3屆，14歲嘅時間啦，第3屆，千條錢哦，哇，元老級，前輩，冇，敢問你阿下幾多歲？我阿下26歲，26嘅，26歲，聽聽誒，係咪一輪之前的日子誒？是啊，一輪11年誒， 11年，差唔多咧。 11年應該經過當多事情哈，青島哦，青島啊，你可能經歷了好多的不同的事物。以後來就會轉業來做狗術啊，啊，後來也有去做一些像介紹車子嘛，直播現在還在做嘛，有介紹車子直播啊，有，做動作嘅事情，動作嘅事情，因為對我來講，人生就係愛一出。挑戰，嗰時候有乜嘅機會啊？我就會去試看哪次看。就是每3年生存只拖某種樣。誒，就係本次嘅動作嘅路做得去行安尼。都試看啊，你就第一次嘅，誒，攀你都要攀唔到。有時候冇。佢唔送一種專輯係哪叫？係15歲嘅時間。15歲條一共16歲時間，差唔多。一種專輯。經過10年。 10年要
发听一种专辑，甲东九的好热的两种专辑，来好好介绍下你一种专辑来。其實也係我第一種去個全創作嘅專輯。4Q 全創作，冇，是聽，所以要10年就是我都冇卡印象過。下10年，冇啦。其實就係因為以前嘅我，就係唱會唱歌嘅阿湯阿爸咪嘅花啊，就做一個懂好嘅小朋友就好咧。不過有一段時間，所以10年來都冇叛逆過。冇啦，我就係自家決定愛來到台北，來做我自家嘅事情，自家想做嘅事情。就來尋條路啊，還有來到鴉片，認識到眾多嘅好朋友，就漸感受到自家未做得去寫歌嘅，做得來自家表達我嘅故事，故所去寫一種專輯，一種專輯較像我在25歲嘅一個階段去看我目珠看出去嘅世界，來記錄我嘅記錄，錯，就像我日記。因為我有一機會做得出唱片呢。其實也係因為我有申請學位費嘅補助，學位費嘅補助，我就想講，眾多嘅朋友可能在做音樂嘅時節，就會懂少你嘅經濟來源而用辦。我就想講，跟我就試看啦，去申請看啦，就有拿到。因為你有一種才能。大部學位費還有文化部啦。對啊，你嘅每專輯大部分嘅經費都按用出來。按好歌數就買模特啦。係啊，講真嘅啊。係啊。就買模特嘅後菜。了解嘅東西會做出來，要有好的材料，好的材料有好的廚師嘛，沒錯，好的後援。所以你就認為你這個25歲過後就會開始有好日子過了。因為以前嘅我對生活冇乜感覺啦，就係爸爸媽媽就保護到懂好啊，嗰時我對生活就係可能洗碗啊、洗衫褲啊，全部就唔曉做。在家裡做公主，我是小公主，生活白痴。後來都台北來打兵以後，你知道發現到你被保護得非常好。對，我就是什麼技能都沒有。難怪你就是被這壓抑都長不大這樣。以前保持得懂好。多羨慕啊！也專輯的元素其實被施工給了他，你是5歲了，你是6歲，吃到了還好你的。給他創造他自己未來的好日子。現在此時此刻他眼中的世界是好的。因為我哋人生當中會有眾多嘅困難啊，還係當傷心嘅事情。不過對我來講，每一日其實都係好日咧。你就是在每一個你覺得不好的日子，你就找。這個不好日子裡面有什麼片段？是的，有什麼片段是你覺得好的，那就值得了。難怪剛剛唔看嘅，人家唱嘅《鐵條歌》就好熱嘅，係嘛？沒鐵條歌應該是學校的歌吧？我一直看到建功。什麼意思？建功國小係嘛？因為我以前係苗栗市建功國小嘅小朋友，一擺也係你嘅學位費有一個計劃。做得來推廣那個新教歌，就是新校歌，我們就去幫學校寫了一首新校歌。所以可以有青島嘅行業從中研究在抽2個。難怪我看那個歌詞，你們剛剛不是講，哎呦，都好正向啊，很正向，就像人家講的是。你看有衝本啊，也講建功，只有羅哥看不出來吧？他唱了應該有8次以上的建功了。我還以為有見到什麼功勞嘅，就是好正向。功在客家。這個照片要拍有一個 MV。拍 MV 啊，小朋友跳舞係嘛？他們全部穿好像芭蕾舞裝誒。錯，因為我以前係舞蹈班。舞蹈班呢？我說我就撈那個學弟妹對來合作。你帶麥克風去那邊錄唱。哇哦！分給他體驗一下。哎呦，很棒嘞！丟應該感覺。這現場錄製這樣，然後後製再去調這樣子。那就董聰愛些些時間，就董聰看到以前嘅。小後嘅時間就按樣嘅身份就按呢。哇，找大學姐回去唱校歌，好棒哦！哎，好棒啊！這個以後這個小朋友可能其中就會有一位是陳 uncle， 可能啊，有可能。小朋友看到我就興奮起，全部興奮起。全部神呀！
冇，迄欣赏老给他讲的，迄蛮哦，是学姐哦，漂亮学姐会唱歌，懂优秀。就有老给他分享的亚哈和迄才追求这个梦想的路途，然后就知道哇，竟然以后没走的呀，安内老学姐强用，你带给他们一个典范。超，真的很棒的一个示范啊！对啊。而且你有唱，唐哥你唱一位朋友的好朋友，好朋友哈。来，这位朋友叫做什么 ？Logging Module。来带了一条马街歌的呢。秋黑红叶的。秋黑红叶客家歌。客家歌。好来弹看啦啊！来。我整张专辑的和声都是原住民朋友帮我录的，一定要啊！有原住民当和音就稳了，好不好？数看数行过嘅红巴士，四个弯弯三条，天赋对你贡献米亮，吊搭亮影强扬，变变跟所在复杂条列在听四个山头，一山八个一山高高，沿途风景都莫强扬。红衣的手黑散发动作迷茫马街，一色不样哈，两眼含胸哈，三层楼简单是规格得强，一年一年初心却莫变，一些甜美红衣的没有地大流的老水，压起嗓音里行半年都啦，一点没戏却莫变，一些甜美红衣的，却还红衣的。就系红衣嘞，什么动作那么触碰咿咿呀呀，顺天赋那梦也可哈触碰攀发，随你送给的路，快是丘皮，够喊很多，故事口气，你世界里行带好所有行李，红衣嘞就黑，散发动作迷茫马街，一阵风扬哈，两眼含胸哈，三寸都简单，是规格得强，一年初心却莫变，一些点谁红衣的嘞，莫低调的声，压起嗓音里行半夜都啦，一点没戏却莫变，一些点美红衣嘞，一年初心却莫变，一些甜美红衣嘞。却莫变，一些甜美红衣嘞。叫翻哪里我阿哥相爱，山上两山河，一生来暧昧。你想我暧昧，想爱哪里藏？哎呀，泰鲁格族的好朋友，罗吉马九，系冇？罗吉马九，也可以叫洛奇马吉欧。中文的话这样念，那如果要念族语的话是 Logging Machu。Logging Machu，Logging Machu，对。哎呦，你们也唔错马九，非常荣幸认识你啊！哈，只是你客家人吗？台
家好，爱黑洛奇马基哦。我会这个。就讲过一句啊。你怎么好厉害？他很能那举一反三。对啊，你很厉害，你竟然找到原住民的朋友跟你一起唱。合唱呢？哎，你看你家有嘅原住民客家嘅合作呢？我哋當多原住民朋友會講客家話，尤其喺到嘅太陽陽，喺南莊嘅片啊，南莊咧，嚇，還有嘅呢花蓮鳳林，鳳林嘅片咩？花蓮鳳林原住民很多原住民比較混居的地方，對，就是客源混居的地方，有的原住民的朋友講的客家話比我們還標準呢，真的，加油了！你是哪裡人？我是花蓮秀林的，秀林那邊，秀林也有啊，很多客家人啊。我可能不是那一代的。他住比較山，他就是他们自己那区的啦，部落里面的。怎么认識的？對啊，這個其實係因為以前有一場咪就係我老曾經文向下下過一個時間，而就係曾經文佢哋有一個團體，很多泰雅的後代，他們團隊裡面泰雅的後代，對，團隊裡面的一個團員。曾經文也是參加歌唱比賽出來嘅，應該是星光大道吧？星光大道也是很傑出、很優秀。所以你們有共同一個團體。我們是那個對一個族語團體。族語團體，那你怎麼會認識曾經文？呀，就係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天來天去唱音色嘞。世界就是這麼小。就是以音樂會友啊。對啊，大家都是玩音樂的人。他們就是樂交。嗰樣時就係2024年，你就去比年衝太歲，我去比漢語族，你就比原住民族。佢啱看過，我咩第一擺看到佢咧，因為佢前幾年沒有參加演衝太歲。我們可以講華語啊。我說我們是第一次看到你，因為我前幾年你們比賽太陽後代在比原創音樂大賽，對不對？對。那時候是團體，他們很像 show band 哦，就是有3個，一個主唱，我不確定是一個主唱2個合音，還是3個都是主唱，然後有5，他們3個主唱，然後有5群。哦，對，他們是做唱跳，他們每年都有新招，對，因為他們這個對唱歌來講，對他們渾然天成，對，唱歌舞蹈好像是他們天生的基因內建這樣子，有嗎？我們可是硬要跳舞，他感覺剛剛是有點，就是已經想飛起來了，對，而且現在原住民，你們年輕人在組裡會唱的歌是什麼？像那天的阿妹還在那邊。那個什麼白米酒，這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現在應該都唱拿魯 1、拿魯 2、拿魯3、拿魯7、11，現在都要唱這個。比較有什麼原住民？其實我們好像都唱那個就是比較就是。就像你剛剛唱，現在流行什麼就唱什麼，對，華語流行了。哦，媽媽呀，送我一個吉他，那個不是，那太老了吧？媽媽，夢中的媽媽，來自後生人嘅茫然。昨天晚上旁邊睡的不是爸爸。這種可能還有，有，公雞追母雞那種可能還有。是不是那種還有嗎？還有，就是喝酒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歌出來。那你這一次跟他這樣合唱這個客語，會不會覺得很難啊？對啊，很難呢。因為其實那一天我要唱這個客語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被臨時抓來的。對，什麼意思？臨時的決定，臨時決定是他嗎？對，其實原本我們是想說，錄個 demo 好了，對，然後就抓一個男生的聲音，想說來錄一個比較低音的這樣子，對，結果錄完，很好聽啊。那你就現場學啊？我現場直接學，然後直接學客語，我直接寫那個羅馬拼音。偷偷跟大家說，他們的音也是羅馬拼音，所以可能對他們來說不會太困難。我整張專輯的和聲都是原住民朋友幫我錄的，一定要啊！有原住民當和音就穩了，好不好？嗰首記得學客家話學到懂辛苦。難怪我聽了你這一張專輯，剛剛這2首歌，我覺得就很豐富，風格不一樣，真的不一樣。對啊，那你接下來還會想要挑戰什麼樣不一樣的東西？你現在已經跟原住民朋友合作了，對不對？客語的。還有原民語的，還有那個你們台語、華語。我要動到事情上去做，不過最圈上去做嘅事情係因為我自家要唱阿卡貝拉，嗰首上去用客家話去唱阿卡貝拉。
哦，那个团是不是叫什么吐司？对，叫烤吐司。烤吐司。对，烤吐司流行合唱团。那我们接下来也有规划，想要做一张全客语的阿卡贝拉专辑。哎呦，也是你创作吗？还是你们团都是客语人？词是我写的，那曲是我们的团员一起合作这样子。跟他合作有什么感想？就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其实是从官腔，我们不是要听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争执啦，我们就是好战友，因为他在去年也发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互相帮助是不是？我没有唱主语，该不是你专辑里面的合音都是他吧？没有，但他之前原创的合音是我。OK， 对，互相帮忙。对，我相信你们现在都还20出头而已，都很年轻，未来的前途都无量。他不敢讲话，他要奔三。我已经3了。什么意思？登山？3岁了，奔三，他已经30岁了。我看你奔三，奔跑到30岁，也是啊，要登上山了啊。对啊，也是登山，没错。也年轻啊，汹涌后差不多了，都很年轻的心 OK 啦。跟我比起来年轻多了。对啊，他都奔6了嘞，快奔6了。好啦，希望就是在自己的领域上就继续努力，音乐创作上继续加油。好，艺文的事情继续做，好了，继续再来带了一条荷塘的歌曲，新专辑的歌诶，也是讲很多天赋的呢。天赋的，你去唱吗？要跟我唱？你去唱哦。那我们就下去休息，听他唱歌了，好不好？要调很多嘛个。天赋的呢？好来，天赋的呢？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一步一步爱上不够多，一点点起点，不爱走的一丝嘅力量，等待压榨速度，很在走嘅路，是没办法简单，很在走嘅路，归路批判嘅天赋的你。电放入冷，满一滴眼风在两天听风向，第二步送给世界漂泊一个温度，不爱记得还有温柔，就算天不多样的都唔惊，我唔惊遗憾的损耗。天赋的你，
也舒服，无本故事漫步漫步，每摆嘅创造，还没有你天数，从生命进一轮飞。否等你必定愛，八方落水。